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真相觀。嗱，呢段片呢，繼續我哋都會睇老師嘅證供嘅。咁今次就係睇屈佩儀老師嘅證供。咁第一段頭三幕呢，就話屈佩儀老師呢去咗死因庭接受死難者家屬嘅質詢。咁佢就話呢，佢當日呢就係按照山火中死去嘅周志齊老師既定嘅路線行嘅。咁喺家長信呢，就只係列明咗蘭道，就冇列明路線嘅名稱嘅。咁就因為呢條路線呢，就冇正式嘅名稱嘅。咁佢就話佢自己咧係93年開始嚟馮堯敬中學任教啦。咁佢就係課外活動嘅主任啦。咁今次金腳計劃呢，就由周志齊老師所負責嘅。咁佢就話當日所行嘅路線呢，就係由八仙嶺自然教育徑行上去仙姑峰，然後通過衛信徑第9段去到學數水塘，咁然後終點呢，就係去到流水巷。咁蘭道呢，就係由周志齊老師所設定嘅。咁屈老師就話呢，佢本人係以自願身份參加嘅。咁去到第3段啦，咁屈老師就話呢，咁呢個活動係全校公開報名嘅。咁報咗名嘅學生呢，我哋會發出家長信畀佢哋嘅。咁亦都已經同學生講咗呢，呢段路係比較難行嘅。咁亦都有叫啲學生諗清楚先參加嘅。咁喺家長信呢，亦都寫咗是次遠足嘅行程同埋難度係4星。咁喺校內告示板呢，就已經張貼咗地圖㗎啦。咁就等學生清楚知道路線啦。咁但係地圖呢，就冇貼喺家長信嗰度。咁去到第4段啦，咁屈老師就話呢，今次活動呢，佢哋都整體上有評估學生是否能夠應付。同時亦有按照教育處的規例，而負責的周老師在事前已經講過，老師會在隊伍中分散佈駐，以便分散來管理學生。老師並沒有正式把49名學生分組。嗱，呢句呢就非常之重要嘅。老師並沒有把49名學生分組，即係表示呢，其實根本個行程呢就冇分組嘅。只不過4個老師喺唔同嘅位置分佈，一個喺最前，一個喺中間偏向前面啦，咁一個喺中間偏向後邊，而最後一個就殿後，咁怎分佈嘅就冇話特別管理住邊啲學生嘅。咁所以其實我之前睇過另一段片就係黃 Sir 嘅山寨探案啦，咁有講八仙嶺山火呢件事嘅。咁佢已經表明咗其實只係分咗2大組，頭嗰組就係有高年級嘅同學一齊。咁就由黃秀明老師同埋周志齊老師帶領嘅。咁下邊另外一大組就係由屈佩儀老師同埋李耀嬌老師帶領嘅。咁行程去到自然教育徑開始上雙士林嗰條捷徑嘅時候呢，咁就有余曉媛等6個1B 嘅女學生就話發熱啊，或者係攰咁樣啦，咁就想退出。咁喺呢個時候呢，其實周志齊老師同埋黃秀明老師係本來係排緊第一、第二嘅，就一齊掉咗喺後邊睇住余曉媛等呢6個1B 班女同學。咁而屈佩儀老師同埋李耀嬌老師就一齊掉咗上去嘅。所以我當時呢，就聽完山寨答案嘅黃 Sir 講之後呢，都認為係應該唔係分4組，而係分2大組嘅。咁我而家再聽翻屈佩儀嘅老師所講呢，其實就直頭冇分組嘅。純粹係4個老師分佈喺所有學生49名學生嘅前、中間、偏前、中間偏後同埋最後呢4個位置嘅啫。所以媒體所報導嘅有4批同學呢，其實係你可以話有4批，即係如果你100米嘅途程，咁頭25米係第一批，咁之後25米第2批，咁再25米第3批咧，最後25米第4批咁樣。咁但係實際上係冇特別老師去看管幾多個學生嘅，係冇話每個老師12個咁樣嘅，佢呢個只係個平均數嚟嘅啫。咁亦都會導致咗翻山火時候所發生嘅情況，就係話周志毅老師係睇緊下邊6個1B班女同學同埋陳楚文啦，即係7個。咁所以就導致咗有另外一批學生，包括咗李俊文同埋張遠恒佢哋幾個，同埋幾個一齊行嘅女學生啦，同埋可能有黃文軒啊、趙光啊，或者係伍志健佢哋。
咁就形成咗佢哋有個真空嘅狀態，就係冇老師睇住佢哋嘅，佢哋去咗右手邊影咗相先，咁跟住可能係有吸煙啦，或者有人玩火，咁就係印證咗之前鄭繼文嘅證供，就係話見到3至4名同學喺度吸煙，咁但係就附近就冇老師嘅，咁就係因為咁樣就發生咗咁嘅情況。好啦，咁我哋繼續再睇證供啦。咁去到第5段啦，就係黃秀眉老師嘅妹妹黃秀慧。咁佢就問屈老師，自己攀過大石之後，有冇諗過協助另外嗰10幾個師生攀過去呢？咁屈佩儀就話呢都有諗過嘅，不過因為火勢已經非常之大啦，咁所以佢亦都唔能夠再落返去下邊。嗱，呢點我就覺得非常之正確嘅，因為嗰個馬騮崖攀上去嗰個位，垂直嗰位呢，其實只可以一個人一條路逐個上，之前講咗好多次噶啦。咁你落返去，你咪變咗阻住其他人上嚟咯。咁你落去嗰下，你已經阻咗啲人上嚟噶咯，可能上多2、3個，你落去有咩意思啫？中間嗰啲位幫唔到噶，所以可能黃秀眉個妹妹就唔知有呢個情況，所以佢唔落去係非常之正確嘅，佢只會阻住上嚟嘅人嘅時間同埋個人數嘅啫。落去係唔會有咩幫助，唯一幫就係上嚟嗰下，佢幫佢拉一拉，等佢快啲可以攀到崖頂。咁之後，龍宇瑩嘅父親呢就問屈佩儀老師有冇通知學生要攀過呢個大石。咁屈佩儀老師就話呢，佢已經通知學生呢個行程需要手腳並用攀爬。咁另外一名死者余曉媛嘅父親呢，就問屈佩儀老師點解唔喺家長信度再寫多啲關於行程嘅資料啊，同埋難度。咁屈老師就話呢，周老師之前呢已經同學生講解個路線，同埋將地圖貼咗喺告示板度。咁余曉媛嘅父親就話呢，即使向學生講清楚咗啦，亦都唔等於父母係知道。好啦，跟住呢度我哋要睇下一頁啦。咁屈老師就再回應呢，其實佢有同呢啲學生呢講呢，就要同家長交代返。咁余曉媛嘅父母呢，亦都表示呢，佢個女呢當時呢係有表示過想退出行程嘅。咁屈老師呢就話呢，當時只係行咗10幾分鐘啫，應該就唔會太攰嘅。咁佢可能因為天氣熱，所以就唔想行啦。咁所以屈老師呢就叫佢慢慢行，咁亦都有問佢有冇唔舒服嘅。咁余同學呢就話冇嘅。咁屈老師一路都有留意余同學嘅情況嘅。咁直至去到叢林嘅時候呢，佢就同周老師講。咁之後周老師呢就決定自己行隊尾，方便照顧余同學。咁余曉媛個母親呢就再嘗試追問屈老師。咁但係死因裁判官呢就覺得屈老師嘅答案呢都已經係足夠解釋㗎啦。咁就叫余曉媛嘅母親呢就唔使再追問啦。咁跟住周志齊老師嘅妹妹呢，就表示冇興趣向屈老師發問。咁庭上亦都有播放屈佩儀老師同埋李以嬌老師再上八仙嶺拍攝當時發生嘅經過嘅講述。咁屈老師呢，再話當日佢哋去到平地休息，咁跟住呢，李老師呢就開始帶領學生開始行程，開始攀越大石。及後，周志齊老師及黃秀眉老師亦到達平原休息。不久，他再與部分學生起步。當他到達大石時，聽到周志齊老師從後呼叫有山火，著大家快點走。此時，他轉身望，見到周志齊老師與他相距約100尺。周的附近有山火，他繼續向山上走。由於風勢猛，山火不斷蔓延，濃煙四冒。他再回望已看不到周的身影。最後，他會合李老師以及他的弟弟及33名學生安全下山。到漁農處郊野管制站時，他見到救護車及直升機掟水彈。其後得知有行山人士被燒傷。屈老師又再表示，他不容許行山者攜帶生火工具上山。路途中，他沒有看見人攜帶生火工具及吸煙。嗱，暫時聽屈老師嘅證供呢，
應該周志毅老師大嗌有課快啲走嘅時候咧，佢應該喺崖底都準備攀爬上去噶啦，咁所以佢就即係爬得切啦。咁而鄭繼文就係比屈老師更早爬上去嘅，因為佢喺上面係見到人吸煙，跟住過咗1分鐘之後就見到起火，咁應該佢係早過屈佩儀老師爬上去先嘅，鄭繼文同學。咁而有報道就係話，最後一個爬上崖嘅學生咧就係叫做梁可欣。咁應該屈佩儀老師係等埋梁可欣上嚟先一齊走嘅，即係以我所之前聽到其他報道。咁跟住可能因為太大煙，根本就嗰個位基本上爬唔到，或者太多灰，咁所以就之後就應該係冇辦法再爬到呢個位置。咁之後再逃生嘅同學咧，應該係行咗右路，係啦，即係李峻文逃生嘅位置啦，同埋其他同學都係一齊嘅。其實好啦，今段片咧，我哋又多咗個資訊喎，就係啲學生基本上係零星咁分佈喺隊前、隊後啊、隊尾，即係冇話特別分組12個一組，係冇呢樣嘢嘅，亦都冇話4個老師就負責邊幾個學生睇住，亦都係冇嘅。咁純粹係老師4個分佈喺隊伍嘅前方、中間2個同埋後方咁樣咯。咁當時有學生話唔舒服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純粹將自己個排序自己調咗位嘅啫。咁但係咧，啲學生咧其實就冇影響嘅，即係冇話調走、調上調落啲學生咁樣，亦都冇話再負責邊個。其實就一路都係冇話邊個老師負責睇住邊啲學生。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就有啲同學就乘機揾啲空位，就啱啱個老師行咗前去，咁後邊啊周志毅老師有可能睇住啲女同學嘅，咁就張遠恒同李峻文就去咗側邊影相啦。咁佢哋影相其實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之後見到冇老師喺度嘅時候，就可能真係有食煙啦，同埋當然就係最不能原諒嘅就係踎低玩火啦。嗱，我哋可以模擬下當時嘅情況。嗱，留意下啦，當屈培老師去到小平原休息嘅時候，其實李耀嬌老師已經開始帶啲學生上崖㗎啦。咁隨後周志齊老師同埋黃秀文老師先至到達嘅啫。咁稍後咁佢就再同其他學生行上去攀登馬騮崖啦。咁其實就係周志齊老師同埋黃秀文老師去到小平原停低咗一段時間，咁屈培老師就行上去馬騮崖。咁去到崖底嘅時候，就已經聽到有周志齊老師嗌有山火要快啲走啦。咁所以嗰個時間咧係真係好短嘅啫，即係基本上佢哋去到小平原，即係周志齊老師同埋啲學生啊、黃秀文老師去到小平原一段好短嘅時間，就已經係有起火嘅情況。咁起火之前應該就張遠恒啊、李峻文嗰啲就過咗去右邊起火附近嘅位置影相啦。咁而家有埋老師嘅位置啦，咁我哋都差唔多可以真正講當時係發生啲咩事。搜集到更多嘅證供，我哋所講出嚟嗰個情況同埋個時間啊、人嘅位置啊，會更加準確。好，今日嘅分享就喺到呢度先。如果想繼續追看八仙嶺山火真相嘅觀眾，可以繼續追睇我嘅片啦。如果想方便睇到下條片咧，可以加埋我頻道。好，再見。